喂 ，play 乜玩咩好？邊度好玩？我哋去玩。北上深圳最中意就係按摩噶啦，大大小小嘅按摩店都試過，買肉票嘅水療會所都試過啦，連鎖店又試過，連平靚正嘅樓上店都試過。不過每次按摩唔係足療就係精油 SPA 或者中泰式按摩。估唔到羅湖有一間主打生鮮薑嘅推拿頭療 SPA 店，而家踏入春季，我哋身體裏面積聚嘅寒濕會增加。做過生鮮薑 SPA 去除下濕氣，消下水腫先。未試過想試，但係又驚生薑會好辣。睇片話你知我哋嘅體驗感，最後仲話俾大家聽按摩店嘅福利，出發去按摩先。今日喺羅湖口岸過關，出關之後搭地鐵去到國貿站，或者喺口岸行過嚟都係只係10至15分鐘左右。嚟到國貿站 E 出口，上到地面就係格倫菲爾口腔，又或者 B 出口出都可以。上到地面向後行，去到十字路口，兩個出口一樣沿住人民南路行3分鐘左右就嚟到新安大廈，喺瑞幸咖啡隔籬入去搭 lift。上14樓就嚟到國貿店嘅李遼君中醫推拿頭療 SPA 館啦。李遼君東門店喺2017年開幕，經歷過幾年嘅疫情，嚟到上年2024年10月開分店，就係而家呢間國貿店。裝修簡約得嚟，乾淨舒服，而且有種詩意，絕對冇懷舊感覺。相信係時下年輕人中意嘅風格。呢度分為單人、雙人、3人嘅全身按摩房，仲有3人或者5人嘅足療房。每間足療房入面都有一大部電視，可以睇電影、睇電視劇。而頭療房就係另一邊，有3間房，主要係雙人同埋3人房，又有獨立淋浴室。SPA 館全部房嘅裝飾布置不一，睇得出設計用心。平時都係按精油 SPA、熱石或者中泰式按摩，今日專程預留大半日過嚟試幾款以生鮮薑為主嘅項目，分別係398蚊120分鐘嘅生鮮薑療 SPA、198蚊70分鐘嘅生薑頭療、168蚊60分鐘嘅薑敷足療，仲有338蚊120分鐘嘅泰國精油 SPA 去濕消水腫先。聽店員講 ，SPA 館用嘅係雲南小黃薑，店主係親自喺好多個賣薑商家挑選噶。呢種薑味濃郁，辣味充足，加上生薑係現榨，薑蓉同埋薑汁都會用到完全唔浪費。雖然唔係食落肚，但係新鮮程度可見，辣度完全超乎你想象。聽完之後，你都怯一怯咧，會唔會辣到變豬頭噶？睇埋條片你就知噶啦。而且覺得師傅手勢唔啱自己，15分鐘內免費換師傅。我首先梗係試下有消炎、活血化瘀、促進血液循環、提高免疫力等等功效嘅生鮮薑療 SPA， 之後再試生薑頭療。做 SPA 之前可以揀精油，香味選擇多，全部都係嚟自泰國。入房之後換一次性短衫短褲，全部都係一客一換，同埋經過消毒。按摩開始嘅時候用精油推背，按摩放鬆，按摩師按得好到位，放鬆完一輪之後重點嚟啦。首先喺條腰上面敷現榨嘅加熱生薑蓉，再用一個生薑球繼續按壓肩頸，再敷埋一塊浸滿薑汁嘅毛巾幫助去濕，然後放咗一個紅豆熱敷包，促進血液循環。呢個 moment 生薑更加發揮到功效。過一陣，我個背脊開始 feel 到熱辣辣，出汗啦。按摩師表示覺得辣嘅程度視乎每個人嘅體質，敷背嘅同時會按摩後腿，一樣會用生薑球按壓再拉伸。轉身之後，紅豆熱敷包會放喺床上面繼續敷背，開始精油按肚，之後再轉用生薑球按摩同埋敷薑汁，再擺埋紅豆熱敷包。臨近尾聲可以揀按前腿或者大腿內側淋巴，
或者胸3選1，做完成身熱辣辣、興合合，但係又唔會辣到痛。之後再試生薑頭療，呢邊可以見到放咗2個用嚟煮茶敷包嘅高溫煲。SPA 館用嘅茶敷都係喺廣西嘅農家買入，展示架見到一大個茶敷餅，都係真材實料。開始嘅時候會有10分鐘左右嘅頭部頭皮經絡按摩放鬆，又會按到額頭同埋眼部，再轉用撥筋棒同埋八爪魚嘅工具去按摩。導入主要用茶敷、柏葉、首烏、鋼薑、人參等等多種草本藥材熬出嚟嘅頭療湯，用水循環淋頭。茶敷係有護髮、去頭屑、防脫髮等等嘅功效，所以用嚟洗頭特別好㗎。水循環淋頭嘅時候，配合按摩膏按摩肩頸，中意嘅話仲可以用薑按摩膏，按摩手法特別又舒服。完成晒所有 step 之後，就開始用薑做護理啦。將加熱咗嘅現打薑汁淋喺髮根，喺薑汁嘅刺激下，可以促進頭部血液循環，刺激毛囊，同時打開毛孔。再喺額頭敷咗新鮮薑蓉。如果覺得薑唔夠辣嘅話，可以同按摩師要求加熱，不過我哋就唔建議加太熱啦，因為頭部穴位比較多，好容易會 feel 到又辣又熱。之後會用薑洗頭水洗頭，再幫你洗返頭先頸部嘅按摩膏，同埋輕輕清洗耳仔，最後吹乾頭髮同埋髮尾精華就大功告成啦。輪到 Seiko 試薑敷足療，一開始會用薑水泡腳，一邊泡腳一邊按肩頸同埋拉伸。之後喺肩頸敷紅豆熱敷包，跟住按摩師會喺膝頭哥敷上生薑，生薑會來回加熱，辣度同樣係因個人體質而異。Seiko 就表示唔覺得辣，一邊敷一邊精油按腳，按摩師按得好到位，差唔多按完會用薑水清洗，再用木錘敲腳放鬆。之後佢再試埋泰國精油 SPA， 換咗一次性嘅短衫短褲。首先精油放鬆，再推背。按摩師力度唔會太重，力度有需要可以加大減輕，可以向按摩師提出。大家過嚟按相中嘅話，可以免費送薑泥膏敷背，或者拔罐，或者刮痧，3揀1。Seiko 就揀咗敷背，薑泥膏預先加熱，唔使擔心搽嗰陣係冰凍。薑泥膏好快就變熱，但又未至於辣。敷嘅同時會按手腳。我哋就攤完啦，之後仲有糖水同埋養生茶。整體嚟講，呢間 SPA 館嘅 item 同埋按摩師嘅手法，我哋都幾滿意又舒服。價錢對比、項目、時間、性價比都算高，而且係免小費價。營業時間雖然唔係24小時，但係由朝頭早10點開到凌晨2點。喺羅湖過夜嘅時候，夜晚瞓唔着過嚟按摩都得啊！而家鋪頭充值2000蚊，即有9折，即係1800蚊，充值2000蚊。另外出示我哋條片，多人同行消費滿1000蚊，即減100蚊。以為好難？我哋計過，3個人同時做120分鐘，已經湊夠，可以有優惠啦。做泰國精油 SPA 相中，可以再享受3選1嘅薑泥膏敷背，或者刮痧，或者拔罐。仲有啊，除咗足療熱敷肩頸之外，其他 item 都會免費送紅豆熱敷背部。呢間 SPA 館已經榮升我哋心目中嘅 No.1 啦。幫我哋按摩嘅分別係10號同埋17號按摩師，感覺佢哋手法都唔錯，又到位又唔會用死力。大家想試佢哋嘅手勢，記得掃呢個 QR code，預約嘅時候講定啦。另外，年滿65歲嘅長者、殘疾人士到店消費都可以有9折㗎。如果你中意呢條片，記住 like、訂閱、share 同埋留言俾我哋。我哋下條片見，拜拜。